打夠人先咧，即係點先？我打啦，俾人打到釘面對。你打到咪人打啊？不就唔係話我驚打中我，打中吧？我呢個風險好高，都真係。我打中邊個注意你注意？我最緊注意打。我哋如果打到邊個做嘢啊？我話即係我注意咯都話，最得係我啦。咁你做翻啱啊嘛？打咧，打嚟啦，打嚟識話我都冇傾過，我第二個啦，啊，我搞邊？喺度，住到先。係啊，係啊，咁你揸住，係擺三塊，擺完咧就擺兩就得㗎啦。係擺兩得啦。醫生咯，係啊，坐佢，啱啦，係。我嚟啦！一個拉勾住，第二個拉有咗。一個拉就俾人叮咗啦！打到你得㗎，唔使解㗎。打到咧一個，個圓腳咁㗎嘛，圓啊！一個，係咁就10次啊，10次個月咧，7月咧兩係咁。OK， 咁就10個月。係啊，好明㗎。你打6次咁啦，咁兩個，兩個啦，兩個啦，敲落，大哥得啦，啲嘢生貓嘅，都係生嘅。三個，啱啊，嗱我打嘅，打10個倍，10次。哦，打到3個啫。好，第二個嚟，係，伸手未啊？手多咗。第二個嚟，呢個人上界元首嚟㗎啦。係最接佢嚟啊！先兩個好㗎，係喎，兩個好㗎。擺生啦，洗手茶，擺又得，OK 啊，擺條嚟喎，真係掂過，一人一根，咁都擺條嚟喎，OK， 得啦，有冇啊？驚得乜樣？啱到喎，成功。最後好玩啦，最後成績啦，又成績啦暫時嚟講最後成績啦，喂，又成績嚟，好似係咁樣啊，有分清佢嚟，真係有佢嚟喎。一個啦，今次一個啦，跟上邊博主年紀㗎嘛，四手，博主年紀㗎嘛，冇年紀係咁。3個，係啦，你打完個波快啲，梗係啦，
好，繼續，講到繼續。如果交定夠嘅，我會沽邊過嚟。係啦，一聲都名唔喐佢啊！繼續啦，中道啦，上你又係光板翻嚟喎。一個，哇，好嘢，好開始啊！兩個，擺兩骨嗰啲兩個啊，咩嚟㗎？係嚟啦嚟啦！